大家好啊！今日咧就同大家開箱呢個 BX49嘅長龍突擊。咁咧又喺呢個主角出場嘅時候啦。呢個我哋咧三個主角之中，其中一個黑衰極咧就有一個新嘅主角陀螺咯喎。咁今次咧睇佢個形狀啊、外表咧就好明顯係呢個長龍雙印嘅一個升級版啦。同埋咧，今次係首次咧一個 BX 嘅擴展系列。咁咧就會將咗以前咧係一個塑膠為主可以旋轉嘅紋章部分咧，今次就變成一個金屬嘅部分啦。你可以見到佢嘅金屬部分伸延去印擊環嘅部分啦。咁成個咧個重量咧都會有所增加。咁佢嘅重量增加咧，唔單止咧就係攻擊力會高啲啦，仲會有個續航力都會提升啊咁樣。咁咧，比起呢個長龍雙印咧，一個平均嘅六印形狀咧，今次咧呢個長龍突擊咧就比較偏向三角形嘅。你會見到咧，佢有分別咧係一個比較大啲咧，就係三枚印，咁啊一個細啲嘅三小枚印，咁咧就係配合翻啊偏向比較係三角形啲嘅。咁啊，可以希望有個更強嘅攻擊力啦。咁佢咧就配呢一個450嘅呢個核輪嘅。咁啊矮啲啦，希望盡量可以做到可以攻擊到人哋嘅核輪啦，同埋咧可以做多啲一啲擊飛嘅效果喎。咁啊，今次咧有個新嘅軸心啦，就係呢一個 FF 軸心啦，就係一個冇齒格嘅設計啦。之前咧就喺一個雙輝銀行嘅 FB 啦，軸心就出過㗎啦。咁咧就係冇齒格咧，就算佢上帶咧，都唔會話有好大嘅消耗。咁今次係第一次出喺一個攻擊軸心度咯。咁啊，當佢做一啲接軌嘅跑動嘅時候咧，都唔會話有一個好大嘅消耗，可以即係大大增加佢續航力啦。你見到咧，其實佢都幾順暢喎，新開出嚟已經。咁啊，聽日期待呢一個軸心都有個好啲嘅表現啦，同埋呢個攻擊呢個引擊環啦，我都有少少期待。咁啊，稍後會試下咧，我哋對戰嘅。咁啊，介紹咧就係咁多。咁啊我哋嚟緊咧就係一個磅重時間。好，咁咧就嚟到呢個磅重時間。咁我哋睇下呢個長龍突擊啊，幾重先？呢個印擊環，咁就41.3幾嘅。咁啊，都一個幾誇張嘅重量。咁啊，450 5.8幾。跟住咧，我哋嘅 FF 軸心，咁啊2.2幾，咁啊組合埋佢睇下先。成隻嘅重量咧就係49點幾，咁啊有機會咧去到50嘅重量喎。咁啊，即係一個幾誇張嘅重量啦，我覺得。即係一般嚟講咧，如果就係印擊環咧，係 CX 系列咧。就係砌到爆啦，金屬章啊、H 環啊，咁咧就可以砌到呢個重量嘅。咁啊如果 BX 嚟講咧，呢個真係暫時嚟講最重嘅印擊環嚟嘅啦。咁啊，我哋期待佢一陣間嗰個對戰嘅表現啦。好 ，ready， 3、2、1，Go shoot！ 擊爆勝利！ 3、2、1，Go shoot！ 擊爆勝利！ 3、2、1，Go shoot！ 擊爆勝利！ 3、2、1，Go shoot！ 三輪甲極限勝利！ 3、2、1，Go shoot！ 衝擊勝利 ！3、2、1，Go shoot！ 長龍突擊，極限勝利！
好啦，今日我哋嘅開箱影片就到呢度啦，歡迎大家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 我哋一船入雲嘅 channel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